每一年嘅 CES 備受關注嘅一定係一啲新科技同埋新產品嘅一啲發展。而今年咧 HP 喺 CES 入邊咧，亦都發布咗其中一件產品，引嚟咗外界嘅關注。今日咧，終於有機會啦，好榮幸同大家介紹到我身旁嘅呢一隻 HP 創新之作 HP EliteBook G1A 啊！嗱，其實就咁睇落去啦，佢似一個 keyboard， 一個充滿商務感嘅 keyboard， 但係其實佢係一部 desktop 嚟㗎，仲要講緊真真正正可以帶出街用嘅一部 desktop 啊！外觀方面 ，HP EliteBook G1A 採用咗鋁合金嘅機身，拎上手嘅嗰種沉浸感、嗰種金屬嘅觸感，瞬間拉高咗辦公室嘅格調。佢嘅設計正如大家所見，就係一個 full keyboard 嘅 design。但佢最犀利嘅就係佢可以將所有嘅硬件塞喺一個咁纖薄嘅基座入邊。佢唔單止係你嘅輸入設備，仲要係電腦運算同埋辦公嘅核心。如果你哋平時做嘢對台面嘅整潔度有一個非常之高嘅要求嘅話，佢可以話係救世主啊！因為呢一部 desktop 只要配合住一啲 docking monitor 嘅話，連接到開機淨係需要一條 Type C 線就搞掂啦。你唔好以為佢細部機又似 keyboard 就覺得佢嘅效能有好大嘅分別。其實講緊佢嘅硬件配置都有一個非常之唔錯嘅表現，最高配備 AMD Ryzen AI7 Pro 3508核心嘅處理器。高達50 TOPS 嘅 NPU AI 運算能力，實屬 Microsoft Copilot Plus PC 同埋 HP Next Gen AI PC， 最高配備32GB DDR5 嘅 RAM 同埋2TB PCIe NVMe M.2 SSD 嘅儲存空間。其實 HP 嘅工程師喺散熱方面亦都落咗唔少嘅苦功，等大家用呢一部機做一個高強度嘅辦公嘅時候，手感依然可以做到涼爽，亦都幾乎聽唔到任何嘅風扇聲。呢個就係 HP Elite 系列一貫嘅設計。低調、可靠、強悍嘅性能。講到便攜方面，其實我更加傾向於 HP EliteBook G1A 設計，更加着重喺點對點之間嘅移動。佢唔似一般 laptop 嘅 mobility， 可以唔受時間、地點嘅限制，隨時開機做嘢。但係如果你嘅工作環境主要係公司、屋企兩頭走嘅話，佢就可以等你輕鬆喺兩地之間無縫切換，因為佢擁有比 laptop 更加輕嘅設計。特別係喺人多擠迫嘅地鐵當中，抑或係漫長嘅返工途中，帶住部機走嚟走去，亦都非常之方便，亦都減輕咗日常都市人要攞重嘢，又或者要孭重袋造成嘅肩頸緊縛問題。當然亦都考慮到突發事情出現嘅時候，其實你只需要有螢幕 Type C 線一樣可以攞嚟應急。因為佢內置電池，一般文書使用嘅話，其實3至4個鐘亦都唔係問題。只需要用到一條線，無論係 Portable Monitor、24寸、27寸、雙螢幕定係4螢幕嘅設計，甚至去到新型嘅一啲 XR 眼鏡連接，亦都能夠支援。想打造一個更加舒適嘅工作環境，可以話係非常之簡單。作為 Elite 家族嘅一個成員，安全性方面當然亦都唔能夠馬虎啦。佢內置咗 HP Wolf Security， 從硬件嘅層面可以保護到你嘅商業數據資料。另外，佢嘅喇叭亦都創咗 Poly Studio 嘅調音技術，亦都支援 AI 降噪嘅技術。就算大家喺公司、屋企去開會都好，佢都能夠自動過濾背景嘅雜音，深度優化混合辦公模式嘅體驗。等我總結一下呢隻 HP EliteBook G1A 究竟啱啲咩人去用啦？佢嘅外形設計細小，放喺台面上面度用就夠晒乾淨企理。最啱就係酒店又或者係診所嘅 reception， 俾人一種奢華簡約嘅專業形象。如果你要攞嚟做 showcase 嘅話，又唔使再放隻機箱喺台底下面啦。同埋最後就係講緊屋企、公司兩頭走嘅用家。呢一隻基本唔單止係一部電腦咁簡單，仲要係一種簡約高效嘅生活態度。如果你哋都對呢一隻 HP EliteBook G1A 有興趣嘅話，快啲去翻下面嘅描述欄度睇翻相關嘅連結啦。